好啦，我屯門寶品哥又嚟啦。今日大家嚟講下海參分別。咁首先咧，想買性價比嘅海參，又食得好又食得開心嘅，記住聽住咯喎。咁海參咧喺國內啊，我只係講國內咧，就得大約係三大嘅產區啦。第一個產區就係大連啦，大連嘅海邊啦。第二個產區就係青島沿岸咧，譬如呢類地方啦。咁第三個產區咧就係喺福建嘅霞浦。咁佢嘅飼養方式係咁嘅，喺大連咧就通常都會做一個叫底播同埋圍煙。大連同埋青島都係做呢個養殖方式。底播即意思即係話將海參苗養大少少之外咧，抌翻落海，等佢自己生長，唔會再人為干預佢。大約3年到佢就會收成。同樣圍煙咧，即係喺海邊用石頭圍咗個大海圍住佢，然之後咧好似基圍蝦咁樣，又係放啲海參苗落去，咁啲水咧就流，但係咧個好處咧，啲海參咧就唔會遊走漂走到好遠，同埋佢嘅捕撈成本平，因為佢係淺水區。因為咧，如果喺大海底部嗰啲咧，你每一次收咧要潛落水30米度去撈翻佢上嚟咧，個成本就好重嘅嚇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話釣籠。釣籠嘅方式咧，就係通常都喺霞浦，福建霞浦。佢嘅方法咧就係好似個盒裏邊裝住啲海參苗，一串咁放落海裏邊咧，就餵啲嘢俾佢食，係人為餵嘅，餵啲嘢俾佢食，佢就唔會沉落沙底下嘅，就吊住喺度，所以叫釣籠。呢啲就喺好溫暖嘅水域裏邊生長，大概1年到佢就會收成啦。咁1年收成同3年收成有咩分別啊？邊啲好啲啊？咁你諗下啦，佢喺水度上住咗幾年嘅話，3年嘅話，佢嘅吸收嘅能量、礦物質啊、營養係咪會豐富啲咧？1年嗰啲又會點咧？咁喺價錢上，大家可以分辨到，永遠係大連同埋青島海參咧係比較福建海參貴好多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為止。